等等时代嘅变化，传统料理嘅做法未等等改变。苗栗省湾佢哋厨官刘谢林就说，传统嘅美食为安尼就造味，尤其係新时代嘅厨师来学客家料理嘅人係越来越少嘅。嗰所以路屯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協會向下出版嘅客家做客經典日本料理書，希望來屯就老法來料理嘅客家好美食上上下去。韭菜，你種韭菜好好食，然後你等下一個嚟供養。你高腳嘅泰菜，做梅乾菜嘅就用呢種泰菜。劉謝林行業菜園看有乜嘅就種乜嘅，對當初嘅老派咧玻璃菜、葱嘅都幾菜。這個冇瀉藥嘅較種啦。托種下菜園，自家種自家食，對環境好，生態咪豐富，各種葱嘅都好來啊菜園。我係啲3灣台嘅生意呢，我哋菜園係連鎖嘅菜園，我特別就會行路沿途，我就會行下來。我店行特別就用呢啲嘅菜來用做菜。要看到我哋按道菜麼？我托嘅菜係唔係太大隻，係細細隻嘅高麗菜。我基本上用兩大味嘅高麗菜，那再去做高麗菜飯。現在我們就是希望廚師認識在地的食材，到產地來看，那讓師傅呢也知道說，這個食材它可以在我們的當地取得，安內夠新鮮，而且它可以食在地用在地。我們主廚都已經去改良了，都減鹽，但是不減香、減油。所以，人民都嘅客家料理嘅有冇相同嘅。許玉涵係劉謝林好朋友，有名法國藍帶主廚，喺台灣客家美食交流協會副理事長，經驗為好材料係出好料理，輕重要部分。當顯現劉謝林上理場案段，劉謝林帶領佢同有名廚師楊生們喺菜園度學摘菜，順便嚟將姜州野白、竹野白野豆準備帶進去做補擺，殺好來再過去市場賣肉。我當冇賣烏毛豬呢喎，我冇賣胖毛嘅。劉謝林好去傳統市場賣現製好豬肉，等到賣到櫃台台嘢，裝進傳堂做料理。呢係鹹菜乾。呢係卜菜，呢係泰菜，基本要做嘅係3樣菜嘅節。通常買進來烏豬肉稍微熟來，切到一塊嘅，用蒜頭煸啲香，再個加啲調油煲，鹹菜乾係啷個煮，最尾向下整，看起來一簡單一出，鹹菜乾肉其實一道工。有皮豆香嗎？有。你看，呢係媽媽的味道呢。然後，你用呢梅乾菜做，我們得用上經驗曬，經驗用唔好食。劉謝林認為鹹菜乾肉係清早的代表客家藝術料理，次嘅菜做得拿來炒，做得煲湯，傳到加工做鹹菜、卜菜，也係鹹菜乾，用2-3年呢，再拿來煮，幾頭都冇打掃，佢千希望傳下去嘅做日出料理。梅乾空落去而店來特別開始呢，係啲泰菜，菜苗開始做到卜菜，卜菜做到梅乾空落，先做泰菜，站轉來做啲泰菜，站轉來就係做啲煮掛菜啊、雞啊、排骨做啲煮湯，站轉佢生態就做啲滷鹹菜，做鹹菜，鹹菜生態做啲做卜菜，卜菜係節硬嘅。開傳堂其實劉謝林興趣同檢定來做頭路，而識到佢做料理，而先煮活，佢參加當地美食料理比賽，越煮越有興趣。其實我細就有聽我媽媽強下去盤做，從4萬塊開始學做主食。以前去主食家下當辛苦哦，而且當廠嘅煎餅。個刀嘅料到，我16歲開始就要盤作豆菜。對盤作都參加美食比賽，劉謝林全台灣內都去，佢發現到傳統料理客家菜千少人學，當時我傳唔下去，古熟經驗同台灣客家美食交流協會向我出版料理書《客家做客經典》，一本書同料理嘅方式分類，稍為客家代表料理135出，其中50出係劉謝林做嘅。客家菜強為食酸嘅，
袂四川的，去四川去客家菜呢，去母讲像粤菜啊、四川菜啊，后不按都后上的伫个吼，客家菜下烧烟吼，所以讲掠客家菜掠本食谱啊吼，系我哋都上因啲个上讲运用个来完做下完美的诶。各地的妈妈习惯做什么菜，那它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特色的料理菜。应该讲客家菜吼是妈妈的菜，我阿妹欢喜做嘛个菜，又做安尼客家菜，应该是这样子说才对。但是因为气候地域性不同，所以有山线跟海线沿海的味道也会不一样。刘雪玲发现客家菜地方无共样，做法也无共样。比如讲炒肉，三文一大饼无饼铁虎干，肉肉咸结实，所有料理都代表伊个菜地文化。就算客家菜没有本南北，唯一无变呢，也都是妈妈做的米食。这个就是有点像客家妈妈精神一样，不论是困境如何，她都可以勇往直前。那她为了客家菜这么努力。甚至传承她婆婆教她的衣钵，那甚至她会把它发扬光大。她常常运用我们在地的食材来去做她的料理，本身她对客家的料理非常的坚持，这个职人的精神，我们给予她的肯定。包括说在做料理呈现给客人吃，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有温度，会感动客人，这就是我们在料理当中得到最大的鼓舞。目标不应该那对人体有伤害的东西进去，要道地的客家食材去做料理才是对的。底下出事冇穷样的，学粤菜、学四川菜去并到有诶冇诶八角啊，有诶冇，其实客家菜冇并安尼诶东西，客家菜做纯纯诶客家面诶米头甜甜。时态突变，唯一无变的是坚持正统又菜贴客家料理。刘雪玲除了表现出战斗厨艺，还有清淡的生活理想，更希望上述客家菜，更浓实杜康，久久都记得的好美食。